沒有抗爭，哪有改變？哪有改變？濟弱扶傾，濟弱扶傾，義無反顧，義無反顧。We choose to dispensement 裏面嘅問題咧，我都唔需要去回答嘅。今日咧，我哋沉痛咁宣布，面對強大嘅政治壓力，我哋考慮過各方面嘅因素，特別係對我哋嘅會員同我哋同行者嘅影響，我哋只能夠沉痛地去宣布解散。停止打壓《蘋果日報》！停止打壓《蘋果日報》！新聞自由！新聞自由！不容剝奪！不容剝奪！有志有氣！鴉雀無聲！鴉雀無聲！經濟內外交困！經濟內外交困！捍衛勞工權益！我要張老闆也！我要真普選！我要真普選！制於下來！你唔使警告，我而家俾我跳落去！兩個議員馬上離開立呢個會議室。兩個議員，俾媽媽取你！希望後人係仍然係記得曾經即係印一個傳單喺街上面派係幾咁平常、幾咁平凡嘅一件事啦嚇。咁今日我哋就即係冇辦法行落去啦。咁但係都希望係各界都係仍然可以係繼續努力堅持緊守崗位。係啊，佢女朋友都係呢度Women NGO 噶嘛。係啊，因為佢又唔係離開咗啦咩？又結婚嘅。係咯，佢行去嗰個。佢仲喺度講話，政府要多啲承擔。我而家問你攞500億，代表大多數香港人嘅市民支持我長毛，唔係支持我長毛，係支持民主派嘅信念。多謝大家。社民連曾經存在，我亦都好希望未來嘅社會仍然會有一啲嘅聲音係義無反顧、堅定不移、一以貫之地去為弱勢社群發聲。